各位兄弟平安。即马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。首先咱先开圣诗34首，圣诗34首，天父上帝至大仁爱。好，咱唱第1节到第3节。咱线只先开438首，438首，阮离残也好经济，吼，这首吼歌词可能有一寡所在我会小提醒一下。首先，咱看第1节，第1节，互歌头前吼，互歌头前，来，互歌的头前一页。对，上尾即句吼，甘雨润泽土地，雨吼，毋是雨吼，甘雨润泽土地。好，咱线接看第2节，第2节嘛有一寡较困难的所在吼。第2节吼，来对，嘛是上尾一句，伊互星光娜娜，伊互星光娜娜吼。这可能咱普通较少安尼讲吼，佮线接一页，佮过来。好，报头红影，吼，报头红影顺服衣，报头红影顺服衣，吼，这可能咱报头较少安尼讲吼，大家日常的语言吼较少安尼讲，所以注意一下啊。交价时养饲。佮过来，何况吼，何况是何况，咱是主惊时美牛以为白璧，吼，咱就是遮注意一下吼。第一节到第2节，咱吟一摆来。这是对。
咱搁煞接看505首，啊，我要重拾，吼，这首吼，若是咱摕看圣诗的人爱注意哦，吼，歌词有小可改变，的第二节，吼，第二节，对，我要上尾2句吼，我要仰望儿主听人喜乐，咱圣诗内底尾啊，伊甲改本来是写我要向上儿主无忧赞人，吼，即马拢共款。就甲唱2摆，吼！我要仰望儿主听人喜乐，啊，我要望儿主听人喜乐，就甲唱2摆就对，吼！这小可注意一下。好，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要尾啊，上尾啊上赢391首，还是歌词的问题吼。咱歌词拍出来，儿乐本来是讲三位一体，咱即摆拢甲改做三一上帝。好，咱甲唱一摆来。吟诗而乐到这。这是礼拜要开始，请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。
万国啊，着称赞上主；万民啊，着学乐伊，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，伊的信息永远存续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咱三甲人信息34首，信息34首，天父上帝至大仁爱，请起立。请大家悠然徛地，做伙额头来祈祷。大权能的上帝，天地万有是你创造，关山大海也伫你的掌握中。你所做的遐尼啊济，拢是你用智慧所做，现出奇妙。你也拥有万美。阮感谢你。即句讲，阮常常拄着地动，阮的心惊惶不安，体会到大自然的力量，阮着更加敬畏掌管大自然的上主。知影阮的人生若是倚靠你，拢是空空。主，你有不变的信息甲疼。做阮随时的帮衬，阮感谢你。有时阮知影好的，阮无去做；阮无爱歹的，颠倒去行。求你怜悯。有时阮因为自私甲自大，心思黑暗，直到甲上帝所赐换命过长。求主怜悯。引导阮重新甲主连接，互阮的心思意念得到更新。阮着学主的款式，对主来学习，活出符合真理的性格甲公义。阮中间若是有身体欠咱的，求主医治，互因得到康复。心灵困苦的，求主安慰因，伫信心中得到透放甲自由。若是有父母甲囝儿斗阵困难的，求主的疼同在，来改变全家。今日是大专奉献主日，求主赐福，互大专学生中心有教育同工甲经费。
帮助学生健全信仰甲心灵发展，也互因得到安慰甲陪伴。求主信心甲阮同在，带领阮逐人因同样温顺来服侍，来复兴教会。阮也着彼此服侍，来成全主的事工。这时，我们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。无你助阮离弃，就叫阮发你的歹个，因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咱做伙来启应，请咱掀开信息后面第1091页，体文第50篇，出自以赛亚书61章。咱做伙来启应。只愿上主的神临到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给散车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。释安悲哀的人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因受生做公义的树，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。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，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咱做来念信息第438首，信息第438首，愿内产也好经济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仁爱主，愿受拣选，做你圣洁国度子民，恳求圣神降临，互阮明白圣经的话语甲教示，通辨别什么是好，佮完全的旨意，佮得到新的气力，照阮所领受的呼召，来参与伫你拯救的计划。也谦卑家己，甲你同行，来归荣光，互你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咱三甲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约翰福音第4章27节到42节。听我来读约翰福音第4章27节。拄这时。耶稣门徒转来，因看到耶稣甲妇人咧讲话，感觉真奇怪。不过无人问妇人：你要创啥物？也是问耶稣：你哪会得甲妇人讲话？妇人就将水盘放下地，转去城内对人讲：来去看。这个人将我过去所做一切，拢甲我讲出来。伊敢是基督徒？大家就出声去看耶稣。迄时门徒甲耶稣讲：“列比，请来食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恁毋知会食物。”门徒就问来问去讲：“敢有人摕物件互伊食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救伊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恁敢有安尼讲，佮有4个月就通修行？我甲恁讲，目睭闭合紧，看四面的田园，五国已经是通修行啦。现在收割的人已经咧领工钱，搁咧修行，互人得到外面五国，互野种的甲收割的做伙欢喜。因为俗语讲，一个野种，一个收割，讲了真对。恁无辛苦勤做的，我找恁去修行；别人辛苦，恁享受因辛苦的成果。迄个城有真侪撒玛利亚人信耶稣，因为迄个妇人做真讲，伊将我过去所讲一切拢甲我讲出来。所以，迄个撒玛利亚人来去耶稣，求伊带因遐，伊就伫遐带2日。因为耶稣所讲的话，有更较侪人来信。遐个人甲迄个妇人讲：现在阮信，毋是因为你所讲的话，是因为阮有亲耳听到耶稣的话，知影伊真正是世间的救主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下面要请圣歌队希望献诗，因要唱的诗歌：主啊，我属你。主啊，我属你。
即时请罗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受过别人栽种的。今仔日真欢喜会当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甲大家请安。咱济南教会一向是真关心大学生的工作。我的小弟就是对高雄起来台北读册，就寄卡伫即个所在，受大家真照顾，照顾甲有一当我伫台东关山的牧会，洪秀强牧师为着我伫遐牧会，带规团的圣歌队去甲我斗学演。佫毋但安尼，我伫遐咧开儿童阅读中心，嘛得到咱的教会出钱买册，互迄个儿童阅读中心会当起来。这拢是伫证明咱的教会对在专生的工作非常关心。若我讲无毋对，林永颂长老是台南跨世界教会起来，伫遮读册，寄卡伫咱的所在。即摆佫看到上少年的丁丁，这是台东起来。咱伫达关心，伊即摆嘛参加圣歌队。这拢在表明，咱的济南教会对大专学生的工作是非常关心，这是真正确的。我嘛相信，咱的教会无得要求，你来遮参加团契，以后你得留伫遮，真困难真困难。原因就像我的小弟，伊就无留伫遮。永颂长老是留伫遮，我的小弟是去中华基督教病院工作，后来伊就留伫台中，伫遐看过大学生，就是东海的学生，所以坐伫咱中间吴信如老师，迄阵伫东海读册，我的小弟就拢甲因做伙，甲因看过，甲因鼓励，所以咱伫修行别人业种的。咱伫遮伫看过伊大藏，结果伊无留伫遮，伊是去到伫别位的所在。这拢伫讲到一个足基本的观念，普世教会的观念。咱若有即种的认捌，咱今仔日大家佫出较济力来栽培、来关心大专学生的工作。愿上帝赐福咱，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通，互阮的教会起造伫即个所在。阮真侪时阵修行别人所业种，阮看见这种子落伫阮的中间，伫中大，阮甲伊看过，这中大的修行有可能伫别个所在得到利益。愿主上帝你是阮赐福，阮的教会所做的工也特别看过大专学生工作的需要。愿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三甲做阵伫即个所在，伫分享圣经的信息。愿你开阮的心门，互阮有敬虔的心来看圣经的话。感谢你的听通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咱咧看约翰福音书第4章，咱会当安尼家了解。若要读，应该是对第1节开始读到上落尾，无咱今仔日敢若读后壁面27节开始。咱会当先安尼家了解约翰福音书，伊伫写的物件有真济，咱会当对咱台湾的文化来家了解。譬如讲，以色列民族对富人人甲囡仔的看法，迄是地位足低。咱若看因伫统计人数，定会讲到一句话，叫做富人人甲囡仔安怎无算。
我定定伫教会顶问即个问题：耶稣用5个饼、2尾鱼，互偌济人食到饱？偌济人？你若讲5000个就毋对，因为迄足清楚，有寄一句话伫马太福音书，伊讲妇人人甲囡仔无算，妇人人甲囡仔无算，就是讲妇人人甲囡仔无算人。咱台湾话有即个话讲啥？囡仔有啥？有耳无喙，得包死的。那有耳无喙，伊其实就是在讲囡仔毋好插喙，毋好讲话。妇人人迄个较毋免讲。我细汉成长的家庭，伫阿公的厝，阮囡仔食饭是袂使去食饭桌。拢是碗芳的菜眼眼的，走去坐河顶，走去坐壁角。妇人人是住灶骹遐讲话，款款的，互查甫人食饭。查甫人食甲剩鱼头、佮鱼尾、甲鱼骨。了后妇人人才来食，报妇人人生存能力比查甫人较强。这查甫人菜食了，忽然间因看妇人人。查甫人食了，妇人人来食时，规桌拢是菜，因拢感觉介奇怪。这是咱台湾古早的社会是安尼在看妇人人，妇人人地位真低，囡仔无算人。所以咱在看今仔日的圣经嘛，是在讲到即种的问题。咱在看因对妇人人的看法是真假。今仔日咱在读的圣经是讲耶稣甲一个什么种人在讲话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。撒玛利亚这个名词，其实是在指北国的以色列。咱通知主前公元前930年，所罗门王死了后，以色列王国分裂做南北两国。北国的土地是较肥的。北国的人口嘛较侪，土地嘛较大，所以北国因为南国是犹太族做中心，西面已经无去，入去迦南地了，西面是伫上南边，土地真歹，所以因得安那北漂去犹太，犹太较大族就将西面族的规个拢甲伊合并去。所以分裂了的南边叫做犹太，北边就叫做以色列。但以色列人分裂了，大省就是去拜偶像。咱若去看列王记上卷12章，真紧就会去读到这种的背景。因去拜偶像，离开上帝。然后就离开上帝，哪来哪远？虽然有真侪先知敢警告，但是因听袂落去。后来上帝照着亚述帝国的手，伫公元前721年，将北国的以色列给消灭。咱若读列王记下卷17章，就真清楚会读到什么。亚述帝国的王将以色列人掠去罗勒市场拍卖，拢甲伊拍卖。这个卖有介绍的人，因伫卖拢是卖这个有战争生产工作能力的，拢掠去拍卖，留来就是老人、囡仔甲妇人啦。这个留来城市得空真侪人。这空落来的人要安怎样？亚述帝国才对附近去掠真侪查甫人，塞入去这空落来的城市去住，因为住伫这空的城市真侪妇人人，所以这外国外邦入来的人就甲这妇人人通婚生落来的囡仔。应该号一个名叫做撒玛利亚人，背景是安尼啦。其实嘛是因为这个事件，以色列人改变一个真紧的观念，因的列比定定会重新解说圣经
即个连10条界地会当重新解说，即个是真重要的代志。因就做一个决定，若是查某人是以色列人，无论伊嫁互对一族的人，生落来囡仔拢看做是以色列人，还是讲家认同是犹太人。这伫耶稣的时代，希律王就有这个背景，因为大希律娶犹太人祭司的查某囝做某，所以生落来的囡仔，犹太人甲伊看做是犹太人，所以希律王是犹太人的身份。因毋但呢，佮为着要表明支持希律的家族统治犹太人，因佮去组一个党，叫做希律党。这咱也得看因的列比随时有解说，确实这个解说到当时才改变。因原来是讲查甫人一定爱娶查某的一定爱以色列人生出来囡仔，才会当看做以色列人。但是到1970年，也看经过遐长的时间，因佮重新解说，为着要保护因建国的以色列，因就改变看法。无论查甫的查某的，若是以色列人娶对一国的人生出来囡仔，拢看做是以色列人。这拢定会解说，重新解说，这个列比会重新解说这。咱咧看撒玛利亚人伫圣经的时代，咱手头若有圣经，你若现约翰福音书第4章第9节，你会看到一句话真重要。伊写什么？伊讲犹太人甲什么种人无得往来，撒玛利亚人无得往来。因为因对撒玛利亚人的印象是真歹，这有历史的渊源。除了我头先在讲，因甲外国人结婚生落来的囡仔，甲伊号名叫撒玛利亚人，伊迄句话有迄个片相，看袂起啊。其实南国犹太真侪祖先拢甲外国人结婚，你捌想到什么人甲外国人结婚？雅各的囝犹大，甲什么人乱伦生出后代？甲摩押的查某人，名叫做啥？罗德。这你看，连犹大本身得甲罗德、摩押的查某人结婚，生出来后代出一个真要紧的王，叫做大毕。咱若搭看，这拢是伫描写南国的犹太嘛，无真正讲是纯的以色列人，无这个观念。但是是安怎因作册撒玛利亚人？原因就是咱通知后来南国的犹太、北国的以色列掠去罗勒市场拍卖。亚述帝国去互巴比伦消灭，北国的以色列，迄个亚述了后统治的亚述了后，然后带亚述去互巴比伦，互巴比伦佮甲伊消灭去。巴比伦消灭亚述了，带兵来拍耶路撒冷，主前580年将犹大甲伊消灭。犹大消灭人，毋是掠去罗勒市场拍卖，是掠去集中营。所以伫巴比伦有设3个真出名的集中营，互遮个有工作能力的，拢去伫遐留，村里留真侪老人佮囡仔，留伫故乡的所在，互因家己去讨生活。然后有一个新的帝国起来，是波斯。波斯的王高烈起来是头一个工课，伊就讲伊无爱搁再饲罗勒，所以伊要讨放所有的以色列人、集中营的人，拢倒转去故乡。然后伊真清楚的一个观念，因内当有一个信仰甲伊结连掉，因原来耶和华宗教的信仰甲伊结连掉咧。
因连免烦恼治安的问题。所以，这个王，波斯的王头一任的王，摕真济钱，互犹太人遐狩猎伫集中营，通讲是以色列人，规个拢叫因转去，恁转去，所以渐渐就有人倒转去故乡。头一件代志，波斯的王交代，重建耶路撒冷圣殿。这叫做第二时期的耶路撒冷圣殿。第一个时期是所罗门王所起的，第二个时期是因家己倒转去起的。家己倒转去起圣殿，倒转去重建故乡。但是因要起圣殿的时，撒玛利亚人有来表明，因嘛要参加起圣殿。但这对巴比伦倒转来犹太人，还是讲因嘛是有以色列人，因倒转来，因讲阮无爱互恁参加，无爱互因参加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这所谓撒玛利亚人，因已经去拜偶像，因即马看到圣殿要重建，因感觉因嘛是以色列民族的人，因想要参与，结果去互这对巴比伦倒转来，因的同胞甲因拒绝，这个拒绝就真做冲突。后来因去主动，撒玛利亚人去主动圣殿的重建，毋但主动圣殿的重建，后来到伫希利米，尼希米去起圣殿的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的时，因阁想尽办法甲伊阻挡。因为这个阻挡就真做历史的怨恨，怨恨到今仔日咯，到今仔日拢无停止。今仔日的撒玛利亚人看袂起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看袂起撒玛利亚人。以色列人一直感觉因这是真正遵守祖先的传统，所以因无爱先知的册。嘛无爱诗篇，因干那买一项摩西五经，因一直在表明，因真正是遵探上帝律法的人，因无爱有遐其他的物件。这个伫耶稣的时代，这更较明显。所以第4章第9节，约翰的作者特别加一句话：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得往来。咱若去读路加福音书，嘛会读到这个故事，讲耶稣带学生要对加利利开始去耶路撒冷，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城市，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因。耶稣的学生内底有2个兄弟雅各、约翰，气甲要死去，甲耶稣讲。原来祈祷求上帝对天降火，将这个庄稼烧好掉。耶稣骂这2个学生，因无对遐过，既然受拒绝，因就对其他的所在去。咱若对这拢会当看出，因甲撒玛利亚人中间有真大的冲突。这是咱伫读圣经就去注意的所在。咱在看这个冲突，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就是耶稣有一遍来到伫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庄稼叫做别家，来到伫这个所在，因为喙焦佮腹肚枵，所以伊的学生走去买食物。然后伊坐伫古井边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要抢水。耶稣甲伊讲：“你互我一寡水食。”对迄个对话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头一个反应：“你是一个犹太人，你哪会甲我讨水啉？”伊感觉这是真奇怪的代志，所以伫迄个对话的中间，开始讲真济的话。这在讲话中间，耶稣。福音书的作者真趣味，伊拢会寄一寡真暗含的话来得表明耶稣的身份是足特别。
耶稣看见这个妇人人，就甲这个妇人人讲：你有5个丈夫。伊若是有5个丈夫，安尼这有几啊种的解说，就是讲这个妇人人毋是一个真正经的妇人人，5个丈夫，这个妇人人惊一个。耶稣哪会知影伊有5个丈夫，就对遮开始伫讲出真正的问题伫倒位。咱会当通知啊，这是福音书的作者有当时会寄一句话，讲耶稣知影人的心内底想啥货。咱无法度啊，咱无法度。比如讲，咱坐伫遮礼拜。你是毋是真正认真地听牧师讲道？我毋知，我敢若知影你坐伫遮，报心人知，上帝知。这是我定伫答信徒讲，逐个人出世拢载2项物件来，一个是天使，一个就是你身躯顶有一本生命册，心人伫写生命册。毋是咱家己写，那咱家己写拢写咱足伟大的。无天使伫写，伊会写2024年4月27，我有去济南做礼拜。无天使写讲，伊人坐伫遐，心拢无伫遐。这是天使伫写，所以启示录20章12节。伊讲，逐个人死去，无论贫贱富贵，迄本册爱交转去，天互开上帝根据天使所写做审判的根据。你要看耶稣看到伊，就甲伊讲：你有5个丈夫。伫这段对话中间有真长，伊要甲讨水者，伊讲：你做一个犹太人，甲我讨水者真奇怪。然后耶稣甲伊讲：你食这个水会喙焦，啉我互你的水永远袂喙焦。就开始对讲到水的问题。所以耶稣伫解说圣经，伊将水牵涉到活命的水。然后学生买物件倒转来，伫甲耶稣讲。物件买转来，耶稣甲伊讲：我已经食了。伊伫讲食了，伫咱今仔所读的圣经，迄个物件食物，耶稣就重新甲伊解说，迄个食物是啥物？迄个食物叫做上帝的旨意，遵探上帝的旨意，你的生命会得到保障。啉耶稣予咱的水，你就永远袂喙焦。这拢是耶稣重新伫解说人一般伫想生活的物件。咱看伊甲妇人人伫对话，妇人人就开始转话题。伊感觉伊拄着即个人真奇怪，伊就讲：恁的祖先讲敬拜上帝伫耶路撒冷，阮的祖先雅各甲阮讲伫基利心山，摩西嘛安尼讲伫基利心山伫遐敬拜上帝。耶稣就对开始甲即个妇人人讲话，伫即个第4章23节、24节，就讲一句真要紧的话是啥物？伊讲上帝是神，敬拜上帝就要用啥？敬虔的心灵来敬拜。换一句话讲，伫倒位敬拜已经毋是上重要，是真正敬虔的内心来伫敬拜上帝。咱若伫看耶稣甲即个妇人人伫对话，就对开始入去。当伊伫甲即个妇人人讲：你有5个丈夫的时，即个妇人人惊一个，就较紧将伊的水盘搭放咧。是安怎伊将水盘放伫遐？这有几啊种可能性。头一项就是伊赶紧要拼转去伊的庄舍，伊无爱有负担，伊要走较紧转去。另外一个可能性，伊想讲耶稣伫无炸水盘来，才会讲拜托伊抢水互伊食，所以伊
放咧，有可能要互耶稣用。其实耶稣的学生拢无有滴水的工具。即个负责人走转去装车，伊走转去的头一项，就是甲因装车的人讲一句真重要的话。伊讲：恁较紧来看，恁较紧来看，我拄着一个人，伊将我的代志拢甲伊讲出来，伊将我的代志拢甲伊讲出来。逐个人感觉惊一个，伊当然会去讲。伊讲我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无人有法度了解一个犹太人，甲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相对面，就会当了解伊的身世背景。这是互遮的撒玛利亚城的人听一个拢着惊的代志，所以就有真侪人开始反映。伊倒转去，伊头一个在表明，就是讲，我拄着一个人，伊有可能是啥先知，然后佮进落去讲什么，伊是基督，伊真可能就是基督。基督这是所有的以色列民族的期待。基督就是拯救者，因在期待一个拯救者，会当带因脱离外族的统治。但是耶稣显然表现出来，毋是这种的问题。这个负责人就惊，伊在讲，伊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但是伊是一个犹太人，但是有法度知影我所有的代志，恁较紧来看。后来，逐个人真正就走去看看耶稣。当因甲耶稣在讲话时，因感觉受感动，就邀请耶稣去因的庄稼住。福音书内底定带咱提起耶稣走去外邦人的厝，伫遐来住。譬如讲，马可福音书第7章会写耶稣去到伫倒位。推罗西顿去住伫西顿的所在，伊无爱防灾，但是有一个负责人听到耶稣来，赶紧走去找耶稣，甲耶稣讲什么？伊讲：若会当，请你帮助我，因为我的查某囝去互鬼附身。咱知耶稣甲即个西顿的负责人腓尼基。这是一个希腊人的负责人，伊甲伊讲什么？讲将囡仔伫桌顶伫食的物件，摕互什么会食？狗仔食无合意。你看耶稣是安尼甲即个负责人应答，伊爱知影即个负责人到底是对伊的人物是什么。但即个负责人真清楚甲耶稣应答，狗仔嘛会当捡桌顶落来饼油来支持。耶稣甲伊讲：毋捌看过遐有信心的人，你通转去，你的查某囝已经得到医好。咱来看，这是外邦人，外邦人听到耶稣的代志，真紧就相信。相对是。犹太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，拢唔相信。这有一点仔趣味呢，吼！我带会友祈祷，真少会友要相信。但是我伫病院工作啊，这2礼拜前有一个台东起来愈开足的头目入院要开刀，惊到要死去，拢困袂去。病院特别交代，台东遐嘛拍电话起来交代，罗牧师你去甲看卖，我去遐看，伊讲伊真正会惊，伊惊入去就袂当出来。我讲我带你祈祷，伊讲好，我去教伊安怎祈祷，伊讲好，伊真正听我的话哦。你看，迄毋是咱的信徒，人会听咧。伊即马出院，转去台东，我昨去台东，我去问咧，伊讲祈祷有效呢，毋过我找信徒，咱的信徒牧师带祈祷拢无效。
话拢会讲无祈祷靠满的。我伫病院带人祈祷呢，要开刀进前带伊祈祷，我拢也教你得安怎祈祷哦，一直祈祷到麻醉困去，醒起来就好啊。了好，我搁去遐看，你知拢甲我讲头一句话讲啥？你知？牧师安尼爱偌济钱？人因去庙里添油香，拢有。佫爱添油香呢，甲神明讲话，我毋捌听到会友讲我带伊祈祷了，甲我问讲牧师安尼爱偌济钱？病院遐未信者定甲我问者啊，我最近伫写伫病院18年工作的经验，就讲到即项代志，家己伫写，家己一直笑。讲祈祷有效。这真深刻哦！你也看这个撒玛利亚人甲耶稣中间的对话，伊倒转去，甲伊庄人的人讲：“我去拄到一个，伊真可能是先知，但是我伫想，伊是拯救者。”庄人的人出来拄到耶稣，甲耶稣讲话了，就决定做一件代志，请你带阮的所在。耶稣真正就带伫因的所在，后来规庄的人就拢接纳耶稣，阁信耶稣。伫即个进前，学生去买物件倒转来，看到耶稣甲一个妇人人，阁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在讲话，就惊，因为犹太人的有一个看法，拿一个劣比。一个先生甲妇人人讲话，迄是足无水准，足无水准的。这真深刻。咱知犹太人的列比，阁有一个传统呢。天光祈祷感谢上帝，头一项迄句话是啥？你知？感谢上帝，无互我出世做妇人人。这是因对妇人人的看法。阁来。拄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伊看到耶稣在甲伊讲话，因就惊，然后因甲耶稣讲物件伫遮通食。耶稣竟然甲伊讲：“我已经有食物件。”学生阁戆影，嘛毋知要安怎阁接落去，甲耶稣对话。但耶稣甲伊讲：“迄个食物。”就是实行上帝的旨意。你位兄弟姊妹，实行上帝旨意，就是互咱的生命把握的一个重要的所在。什么叫做实行上帝旨意？上帝旨意就是听。所以咱在读马可第3章30节到35节。耶稣伫讲真出名的话是什么？有人甲耶稣讲：“你的老母、你的兄弟姊妹伫外口在等你。”耶稣坐伫四周围看一遍，伊讲：“什人是我的老母、我的兄弟姊妹？”伊讲：“既若实行上帝旨意，就是我的老母。”我的兄弟姊妹，我伫感觉工作的时，拄到一个时代，乌道的时代。我伫遐定会讲圣经的故事互因听，所以因后来真趣味，走去买圣经读。就是读到即句话。有一日我去，就来，牧师问一下，恁的耶稣有问题？我讲有啥问题？伊哪会讲即句话？什人是我的老母兄弟姊妹？伊哪会讲即落话？伊敢毋知影伊的老母什人？伊敢毋知伊的兄弟姊妹什么人？你想我要安怎应？这是一个时代，乌道的老大伫監獄武陵外野監獄的事。我講，因為武陵外野監獄是會當互厝內的人申請去遐住。伊有一个困亲宿舍，会当住伫困亲宿舍。照你的刑期，你会当有3个月一遍、2个月一遍，还是1个月一遍会当伫遐住1礼拜。甲你的厝邻的人做伙住，
日时出去做工，暗时倒转来做伙大。这是武林家家我伫遐工作的时的情形。我伫问这个时大，我讲大个啊，你来遮，什么人来看你？哦，伊真敏感，我当问讲什么人来看你？你想什么人会去看伊？真趣味。伊讲牧师安尼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了解啊，了解，伊就转去。有一日，这时大，有一日头讲牧师，你敢会当明仔载来园林？就是讲去甘蔗园来甘蔗园一撮。我讲有代志，伊讲对，因为这时大饲真侪鸟啊，伫监狱内底饲真侪鸟啊，我伫去。去啊！伊讲牧师，你爱为着这鸟仔祈祷哦，因即马要飞啊，饲大要甲因放好走，要飞啊！你爱传祈祷，我讲好，祈祷了，这个时大头我讲牧师，我搁2个月就当出监狱。我讲哦，安尼恭喜！我出去，我会将我的某囝拢甲伊找倒转来。边仔伊有一个专门在带伊款待侍舍。你是要找对一个某倒转来？伊讲找转来，拢找倒来。后来我来东门无去，已经经过遐久的时间，这个时大走来东门礼拜找着我。礼拜日伊无爱用介绍了，我伫门口在送伊。这个时大头我讲，牧师你可能袂认得我。我讲我就是迄个饲鸟仔的。我讲你某有找倒来？伊讲有。我讲找几个？伊讲找3个，7个囡仔。读圣经，上帝话启示伊，像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伊转去，伊甲伊庄园的人讲：我拄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可能先知。后来伊讲，这个人是基督。逐个人邀请耶稣住伫迄个所在，所以落尾庄园的人甲即个负责人讲什么？原信伊毋是因为你，原信伊是因为甲伊讲话，阮得到福音的信息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咱过来想，这拢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。保罗去到欧洲。头一个城市菲律宾，伫菲律宾的所在，伊去找到一群负责人，伫遐在祈祷。伊去甲因做伙讲耶稣的故事，互因听。这群负责人听了受感动，其中一个伫卖紫色布，路迪亚，甲耶稣讲：你若是会当，请你来住阮厝。住阮的厝，伊接待保罗到伫因厝，路迪亚招亲人朋友拢总来，听保罗在讲解耶稣个我的信仰。路迪亚的家庭、亲人朋友就成做规个欧洲头一间的教会菲律宾，毋但安尼，阁摒所有一切开力。支持保罗传福音的事工，一直到保罗过身去为止。这拢是什么？拢是在讲福音带来的开力，就是拍开人的心门，互人会当听到上帝国的信息来信耶稣。这是咱在读圣经定会读到，耶稣在甲伊的学生讲。我已经有食面，这个食面就是什么？上帝的旨意。我已经将上帝的旨意，但伊实践出来，实践上帝的旨意，人的心的性命会得到帮助。这是今仔日圣经带互咱，伊在讲这的话时，然后耶稣就甲伊的学生讲。也正4个月后会当修成。其实这句4个月后会当修成，
这句话是当时流行伫西亚地带一句俗语，伊咧讲是讲什么？讲代志，拢是有伊的时间。对夜静到修行，你袂当急，你无法度通急要修行，你爱等时到就会当得到修行。伊阁甲遮个学生讲。恁去修歌，修歌恁无正做，修歌恁无正做。即句话就真要紧。耶稣已经在甲学生讲一个足重要的任务：夜静有可能别人修行，但是咱伫夜的是什么？福音的宗旨。这嘛是我一直伫教会伫讲一个真重要的观念。咱的教会是伫夜福音的宗旨，咱若是无夜，就无修行的机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专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夜静的工作。大专学生真紧招什么？招伊同学、伊的同伴做伙来参加团契，做伙参加团契，这就是一个夜静的工作。所以，咱通知伫大专团契内底，真紧得到未信者来加入。颠倒伫教会青年团契要招未信者来，真困难。但是伫大专团契内底是上介紧的。真可惜，咱今仔有真侪台北的教会，拢真爱这大专的学生去伊的教会。但是无真正的了解这大专的学生，因未固定伫一间教会，因若会固定，迄无济，像顶顶来伫咱的教会，伊三不五时嘛走去别位哦。毋通因为伊无来走去别位，佮过迄礼拜来，咱得安尼目睭塞目尾搭看，毋通安尼。因为伊来，伊会当世界观摩对一间教会，啊去了解更较侪的教会的状态。咱嘛毋茫伊会当嫁伫遮就留伫遮，但是咱嘛期待有一日，伊会当对遮学习到，带到伫别个所在，伫遐有更较好的见证。这就是耶稣在讲。恁去修行，恁所无夜静的；去修行别人所夜的宗旨，这是一个束缚。今仔日咱咧看大专的工作真恶做，哪来哪恶做？就是因为咱长老教会对大专的事工哪来哪无关心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代志。咱若看校园团契投资真济精神，投资真济人力财力，这才是咱通经醒搁学习的所在。福音的事工爱对夜景开始看，咱若有夜景，咱咧期待这个经济有一日会当伫咱台湾的土地，甚至到伫外国的所在，伫遐来成长。伫遐来修行，咱济南教会一向拢有这个心胸，有这个开阔的心来伫看这个事工，咱会当对耶稣伫甲伊的学生差遣，恁去修割别人所夜静的，这是上帝互咱的一个使命。啊，咱通做夜静的工作者。嘛通做修割的一个工作者，这嘛是耶稣在讲，无论是夜静还是修割，拢是上帝所祝福的对象。愿上帝祝福咱，同心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。互阮会当三甲做阵伫即个所在，阮咧看耶稣甲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对话的情形，阮就哪清楚知影。阮今仔日的教会起坐伫即个所在，阮应该有的使命甲责任。愿你帮助阮济南的教会，
会当得到更较侪的气力来帮咱大专的工作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大专事工推动的中心，会当日日显明上帝你的旨意，通过济南教会延续到伫其他的所在。感谢你的听从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咱做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信诗第505首，信诗第505首，我要忠实，请起立。请坐。这时，咱要为下面事项祈祷。第一位，大专中心学生福音事工发展；第二位，个人灵修生活当实践信仰；第三位，花莲地动了重建，甲平时预防地动准备。请咱大家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请你的结束，带领咱做结束祈祷。全然信靠你的保护，使我们不再恐惧绝望，因为你必垂听我们的呼求，是我们无人能给的平安与喜乐。为大专中心的学生福音事工及发展祈求，
求你透过你所赏赐的恩赐，去探索你对学生的呼召，赐下启示与智慧，领受你话语中的大能，在真理中建造得胜的生命，能在后续的牧养中更加稳定，为个人灵修生活，并能够实践信仰。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因此，我们恳求你赐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建立祷告的祭坛，使我们能够谦卑，凡事寻求你的面，让我们天天经历你所释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为花莲震灾后重建及平时防震准备。愿你平安归于我们的国家，愿你的平安归于我们台湾所有的百姓。求主帮助中央与地方政府能尽快修复、重建受损的建物和交通要道设施，更能谨慎地快速进行安检，确保公共安全，为提高防灾意识，平时做好防灾避灾的准备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全心交托仰望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这是咱来奉献。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，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。第一，今日是大专事工奉献主日，感谢罗俊义牧师来讲道，并且代表大专中心请安报告，咱拍扑仔来多谢伊。
敬请兄弟继续为大专事工奉献大道。第3、5月19拜日圣神降日节中要举行新礼典，若是有准备心要接受洗礼、更新礼的，请牧师报名洗礼课程。第4，今日11点到12点半，伫美院教室有全教会演讲会，邀请咱新来会友徐美玲教授来分享，主题是上帝甲家园的浪漫，介绍陈世志牧师的音乐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5，今日下晡4点，伫小礼拜堂有促进查经班特别聚会，欢迎参加。第6， 5月5号下晡3点45分，伫小礼拜堂要放民主电影，欢迎参加。团契消息、教界消息、其他消息、大道事项、顶酒奉宴、事奉人员，请咱家己过目。请牧师介绍请安。咱今仔日无特别有新来宾吼，但是咱会通甲咱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祝福，咱敬大家，咱互相请安。特别甲咱补充，就是咱11点全教会的这个演讲会吼，徐美玲老师要甲咱来分享。但树地牧师是伊的4职工，所以伊有真侪相关咱台湾人第1代音乐家的故事，欢迎咱做阵来参加吼。咱礼拜后会当刷咱的骹步到伫地下室以上。最后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91首，圣诗第391首。我拢天顶主宰，请起立，吟诗煞请牧师祝祷。愿恁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疼痛，耶稣基督的救恩、圣神的相通、感动，甲恁众人大家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岛闭会，若是需要大岛兄弟，请来到这路边雨伞骹，其他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交易。